头好好听。不好意思啦，我害了老外面剪指甲了啊，弹得不好，请原谅一下。可以下去。还可以吗？好，我先吃一下指甲。喝水时间。我刚刚一直被外面的鞭炮声那个影响到，我差点要没有啦，是自己。好，刚刚的歌很好听哦。好听。啊，前面2位真的是太棒了，未来我就是要退居幕后了，交给他们2个来当主唱了。对，以后我就专职做我的洗衣板手就好了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大家推到地狱了，因为轮到我唱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是今天没有月亮，想要唱这首歌，结果下雨天啦，不管了啦。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是由老祖作曲，我作词的一首乱七八糟的歌曲，叫《月亮的乳晕》这样。然后，它其实没有那么情色啦，就是，反正你听歌词就知道了。你觉得很情色，你在丢东西上来，但是只能丢支票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为大家带来《月亮的乳晕》，谢谢。坐在灯底下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来歌唱。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乳晕。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吧歌唱。哦耶呀，哦嗨呀，嗷嗷，那不一样，哦啊哦啊耶呀。节奏手是来自新疆蒙古族里面的乐器。在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坐在河堤上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吧歌唱。哦，那么多月亮。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乳晕。拍手没关系。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吧歌唱。朋友们，举杯好不好？